片般的温暖。不要动，我来就好。不要动，我来就好。阿田，麻烦你一大早就要陪我去商场。特地为你准备的豆浆，鲜榨的。刘总，你没事儿吧？没事啊，我觉得今天格外美好。有没有感觉我在向你的频道靠近？我感觉浑身不舒服，你不难受吗？我觉得十分别扭。所以刘总，你就做自己就好了。同频道不用改变你自己的性格，这样的同频毫无意义，还会让我很不自在。有道理。邻家哥哥这款人设实在不适合我。出发吧。帮我把这个拿出来。好的。这个好，用料足也够大。这样的花，女孩子应该都会喜欢的吧？刘总，送女孩子礼物要送女孩子喜欢的，而不是你喜欢的。还有人不喜欢金呢？好吧，听你的。这套首饰活泼又不失典雅，很符合文小姐冰雪女王的称号，而且还有女孩子喜欢的不灵不灵的钻石。这些碎钻很普通啊，要买就要买既保值又好看的。这个好，帝王翡翠，够气派。还够绿呢，你确定这个颜色符合文小姐的气质？这个不仅保值，而且独一无二。你还真是直男品味。怎么会？我柳熙来被质疑品味。雪花是焦点，星光环绕着雪花，整个设计，我希望借用小王子的点。先生啊，做你女朋友一定很幸福。女朋友？那个金色的胸针怎么样？刘总，你的眼光真的太差。先生，您的眼光太好了，为您服务啊是我们的荣幸。您过奖了。我看看时间比较紧迫，就拜托您了。哎，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准时完成的。到时候啊，给您电话。多谢。刘，嘘。他怎么越看越帅？他的脸好小，好精致啊。意外，意外。阿田，我想了一个好主意，跟我过来。生日快乐，我的公主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本公主的生日礼物呢？两位屠龙骑士啊。倩倩，这是我亲自为你设计的，独家定制，世上仅此一份，送给最独一无二的你。
希望你像这朵雪花一样，永远闪耀，美丽。谢谢，我好喜欢呀。到我了。西来哥，你的这个盒子怎么跟赵赵的一样？欣欣，这是给你的惊喜。怎么会这样？赵赵，这也是给你的惊喜。之前是独一无二的一只，现在是独一无二的一双。而且你仔细看，上面有细微的差别。这上面有你、我，还有羡羡3个人，聚齐了3个字母，寓意着我们3个人的友谊，像金三角一样稳固，永远不变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更升华了？为什么会有我设计的手链？惊喜，需要一点聪明的小手段。你好，我是刚才那位先生的哥哥，我们的妹妹要过生日了，我想设计一份让他们俩都惊喜的礼物。还能有这样的骚操作，这个奇葩！赵赵，你快去拿蛋糕吧，我想许愿了。许愿吧，文公主。嗯。羡羡，你有什么愿望说出来，西来哥帮你实现。西来哥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只要我能办得到。我许愿